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2場4班1200米嘅幸運愉快，第3場4班1650米嘅奮鬥輝煌，同埋第7場4班1200米嘅金髮盛世，而2匹落飛馬精選就落喺第6場4班1200米嘅同喜，第8場3班1200米嘅阿基拉身上。等耐難喎，黃衫紅帽嘅福嘴啊，大愛檔，仲有隻橙色眼就星火燎原啊！最後3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凌厲飆區，埋邊啊勇者為王，兩匹馬鬥緊嘅時候，埋邊包裝戰將上，中間位置有幸運愉快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仲有隻冷蛙，後多層呢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出邊星火燎原，最後100米到外邊冚上嚟嘅冷蛙，終點前力壓幸運愉快啊，跑第3名呢，埋邊包裝戰將。兩隻馬中間當家精彩就穿插而上㗎啦，外邊追仲嘅星神千歲啦，出邊呢就星之源啊，最後100厘米當家精彩就拋離群區啊，咁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㗎啦。幸運愉快沿住個中檔衝過嚟跑第2、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金風萬里。由舊奮鬥輝煌上季一共跑過11場4班谷草1里，只有2次不入前5名，合共取得2冠2亞1季，稱得上係路程專家。透出嘅馬係好分啊！外邊一路咧蹬住都追上嚟，係嗰隻咧奮鬥輝煌嚟㗎。今季至今跑過5次同程，除咗2次排11檔輸得較遠之外，餘下3次都有接近演出，包括上場輸俾翠兒威威3/4馬位得亞軍。復課勇放依然，今場嘅對手唔算強，本身跑法又具彈性，聲望樂觀。中間奮鬥輝煌追緊啦，出邊極速滿貫上緊啦，最外邊嘅馬仲有康槍之星啊，出邊係和道威，最後100厘米翠兒威威好韌啊，依然係佔先啊！咁啊進佔第2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位置奮鬥輝煌出邊極速滿貫啊！時尚風趣佔先嘅金髮盛世呢就拍住佢㗎啦，見到風雲武士已經咬住第3啊！咁啊再見到外邊追嘅馬有金匯星星啦，最出係勁進非凡啊！最後100厘米咁啊透出嘅馬係金髮盛世啊，外邊一路上緊嚟係風雲武士啊，埋邊嘅方唐武士，出邊係金匯星星，接近終點啦！金髮盛世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風雲武士一路追上嚟，第3係方唐武士，第4名係金匯星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出閘把握相當快呢，就係呢隻金髮盛世。後多層啦，咁啊中檔位置神耳金剛啊，雷神太保啊，外邊追有長龍區，最出呢仲有隻新力驕啊，最後200厘米同喜仲係佔先啊，第一隻上嚟挑戰線路英雄啊，出邊有跨境駿馬，最後100厘米啦，線路英雄沿住中檔推進呢相當好勢啊，外邊有跨境駿馬，入邊位置係同喜接近終點，線路英雄輕鬆贏馬，跑第2名係跨境駿馬，同喜第3，第4名就比較近啲㗎。埋邊咁啊，天天有福，出邊係雷神太保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線路英雄咁啊，都係上陣經驗唔係好多㗎咋，咁但係今場賽事贏起上嚟嘅姿態非常輕鬆啊！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傑出漢之埋邊鬥緊中間嗰匹咧，阿基拉，阿基拉個去勢似乎好啲啊！加州本事外邊冚住咗沙井之友，沙井之友又喺入邊揾米，天外迎天啊！外邊追咗少少，最後100厘米到阿基拉拋離後邊對手咧，個幾身都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天外迎天外邊啊！加州本事第3、第4名呢，係咪內欄嗰隻快搏機會高啲呢？就同嗰隻勇霸龍啊要影下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就算跑到1200米咁短途，阿基拉都可以跟前啲啊！結果夜馬。